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7公视台1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真。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花莲自强外籍监狱通报有2个受刑人脱逃，其中1个人自3月返厝探亲了后，到今拢找无人。台中清水区公所24个人昨去南投武界部落爬溪，5个人找无路，失去联络，加在今仔中昼拢平安找到啊。行政院数位发展部正式挂牌长虹做头一任部长，不过一半员工拢是约聘人员，大家都积极咧开钱饲网军。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台南杀警案引起社会惊吓，外界开始检讨外役监狱的制度。即阵花莲的自强外役监狱通报有2个受刑人脱逃，刑事局嘛公布通缉的相片。其中1个细坑的受刑人，自3月返厝探亲了后，都无搁返去监狱，到今还找无人。自强外役监狱表示，拢有照规定来通报，未来嘛会加强追查受刑人的行踪。警员上网找人，花莲自强外役监传出有受刑人失联。29岁因为早期做入监的辛苦受刑人，这个月19核准返去屏东探亲，而应该返去却未归失联。自强外役监通报花莲地检署发布通缉令，警员到户籍登记地址查看，却查无这个人。经查，该子需许贤多年前租屋时所涉及，目前居住人与许贤并非亲属，亦无关联。辛苦受刑人，捌互网友指出有性侵前科，也毋过经过查证，只是高名共姓。也毋过自强外役监拢总有2个人脱逃，遭到通缉。刑事局网站25打出相片，另外1名25岁姓坑受刑人3月21返去宜兰探视家小玫瑰，遭到通缉，也找不到人。只是过5个月，刑事局才公布相片，引起外界质疑，各方监视延误通报。我们一定按照一定的程序来报，绝对不会有延误。原来就是在我们24小时内，我们就可以通报。自强外役监表示，拢有按照标准程序通报，通缉是由检方负责。进前因为疫情已经暂停返家申请2年，今年才重新开放，就发生2名受刑人失联，未来将会精进受刑人科学。这个时间点开始往后的这些要返家探视的受刑人，每一天都要去派出所报到。不定期的主动打电话去抽查他的状况，会用视讯的方式更精准的掌握他的动态了。矫正署表示，根据记录，qua10年发生49件外役监受刑人有假未归，目前全国只有这2名受刑人失联。接落来，法务部也将会进行修法，继续检讨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杀警案引起各界关注，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就点名内政部长徐国勇甲法务部长蔡清祥要落台负责。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政府会接受意见，检讨问题。不过，嘛展现挺这2位部长的态度。另外，台南市警察局27透早16个分局做伙训练，要加强警察防攻击的应变能力。武器以后，歹徒是持刀，所以我们应该大胆地发出警戒，喝令他把武器抛弃。民众啉烧酒了后，起酒空夜倒来攻击，2个警察赶紧退后，互相来暗号，随时要压情来反制。这篇建设3部示范的演练，台南市2名警察因公殉职，市警局强化训练，调集16个分局，这单位的警戒教官，加强对付敌人的技巧，鼓励警察面临危险的时阵大胆来用枪。你大胆的用枪是应该的，而且要大胆没关系，因为职务的报告并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只是说以后上法院要不断的诉讼，这个才是他最担心的。训练的教官讲出基层警察的心声，后续司法的官司安怎来面对，这是警察使用这个警用武器上大的问题。另外，检讨声音是一直出现，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点名内政部长甲法务部长有人爱落台来负责。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会细心来检讨，一直停步下。法务部蔡部长针对相关的问题，立即积极面对处理。内政部徐国勇部长其实他是非常关心警察相关业务跟同仁，他几年来上山下海，勤跑基层。顺治警察服务的民权派出所继续民众来送鲜花致意。派出所头前的楼梯拢放满鲜花，案发了后第6天，大家也是感觉真唔甘。
记者综合报道。即阵阁传出有警察欠仔互攻击的案件。拜五下晡，有民众走去台南客家的提亚港派出所，拿两支菜刀要攻击警察，落尾互弹13枪才压制掉。不过外界质疑讲是安怎，干那一个警察咧当值？警方表示，派出所拢总有6个人，早暗拢有2位警察咧值班。迄当阵因为所长出外办公，才会剩1个人。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嘛懊恼这个开枪的警察在打应对妥当，甲伊记功奖励。警方盾牌、棍仔等防卫装备就近放伫敌勤台边啊。经过民众攻击事件了后，提港派出所就恢复往日平静，也毋过加强警戒，日来下昼，姓吴嫌犯加上岛枪支提港派出所攻击警员，互当地真惊吓，亲情也无法度相信。手抡落去。下骹会火死有影，啊，毋过开即届安尼，我嘛毋知。昨天其中有6颗子弹，有1颗伤及到大腿，有那个骨折的现象，所以必须要紧急做一个手术。那目前手术已经完成了，目前那个状况算稳定。姓吴嫌犯互警方开13枪制服，腹肚甲骹手着枪，经过手术了后，目前状况稳定。对警员大胆用枪，警察局指示记功奖励。室内开枪的话，它会有跳弹的问题，而且在室内的话，刀的威胁性是比枪还大，所以说我选择将歹徒就是引到室外。值班警员李正安将嫌犯引出户外，家己面对嫌犯也引起质疑。案发迄时，只有1名警员伫所内执勤，另外1位是派出所的所长，那他因为有公务紧急必须要到分局这边洽公，各所务必准备圆盾、臂盾、齐眉棍，可以随时在安全的距离对我们实施攻击的歹徒反制的这些装备。警方解释，提港派出所编制6个人，逐工2个人轮休，其他4位轮早暗时段。所长因公外出剩1个人，为了避免佫发生防御的效应。警察局长彭永玲已经要求各派出所将装备准备好，随时反制，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清水区公所，一阵24个人昨去南投仁爱乡的武界部落爬溪，其中5个人煞找无路，失去联络。加在伫今仔中昼拢平安找到啊！台中市长罗秀燕嘛赶去到南投，感谢救援人员。经过前一暗的紧张时刻，急救的2名台中清水区公所的员工总算会当安全落山，心情真激动。都找到了，你要多喝水哦。台中市长罗秀燕接到消息，也临时改行程，赶去南投武界派出所。知影失踪的5个人拢平安，心内的大石头总算会当放落来。除了安打急救员工，也感谢当地村长甲两县市救援人员的付出。下午左右，我们就整训，就是立刻也派出我们的队伍哈，那希望扩大这个搜救的阵容，因为整个山区非常的大。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往前带我们一直往前走，就是讲同样的话，都是30分钟就到了这样子了，然后我们就跟他后面一直走。台中清水区公所日举办员工参访活动，前往南投武界部落了解。不过，一定24个人中，有4名员工加1位司机兼领队到下昼，煞无等到集合点。南投县甲台中市消防局拢派出搜救队伍，27早起10点左右，陆续找到2位公所员工，也确定另外3个人拢平安无代志。有瀑布在更下游来做搜索，大约是在3到4公里左右，这个地方来发现他们。这边规定本来就是只能到1天边，下游是绝对是禁止。当地村长表示，迄天接到消息，就先甲村民将19个人引导落山，不过因为安全考量，部落拢有规范旅游范围，以无超过1线天为原则。即摆国家财部处意外。不过也建议外地游客来遮，也是爱找当地熟悉路线的导览员，才会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南欧的巴基斯坦今年热天的雨水量介惊人，南部真侪所在拢做大水。为6月到今，已经有900多人死亡，超过3300万人因为天灾造成损失。当局宣布全国紧急状态，总理嘛请国际救援斗3天。
巴基斯坦往年的雨季一般拢拄到3-4轮的落雨，不过今年6月到即阵已经出现8场的大水雨，以南部新德省为例，8月落雨量差不多是平均达的8倍。河川下半花拢放弃，民众冒险来撩水、乌堤坝阻止大水。有人为了抢救这家用品，加大水来搏命。通往中国新疆的克拉昆仑公路，山体连日予大雨冲来，2号发生走山，一大段的大路崩落，惊人景象。国家灾害管理局2日表示，大水到即阵已经夺走900多条人命，包含过去24小时内34名罹难者，受灾人数超过3300万人，相当巴基斯坦总人口1成5。第4大城海德拉巴大水经过所在，拢变做敢若海共款。旁遮普省增卡地区的土角厝根本袂堪的大雨，四界拢崩了了。इतना अज़ाब है जो कोई जाई वस्ती झोंक मसू खेल दी मेरे को नींद दी के जैंदी कैसे बची खड़ी होवे मुकम्मल हर शय लगी गई है。总理夏利夫2日头一摆到灾区新德省去视察，讲这波大水规模超越造成1700人死亡的2010年的大水灾，并且甲镜头指向气候变迁。मैं समझता हूँ उसको भी पीछे छोड़ दिया है और हर तरफ तबाही के आसार नजर आ रहे हैं। 900से ज़ायद लोग अल्लाह को प्यारे हो गए हैं。当局2日宣布全国紧急的状态，并且对受灾户提供免费医疗，发放25000卢比，相当3400块新台币救助金。不过，由于这灾情伤严重啊，夏利夫也恳请国际社会来伸出援手。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有一出正出名的电影，即阵伫美国洛杉矶拍第10集。当地民众甲民间团体刷举牌啊示威，抗议这系列的电影拢是驾车的画面，害大家伫街仔路小资模仿，社区的生活变甲真危险。电影《玩命关头》制作团队搁再转来到洛杉矶的安哲利诺高地，甲为你拆起来运来道具车，管制人员的出力，准备要来封街拍第10集影片的同时，一寡摕到交通事故罹难者相片的生气的示威者，集合在封锁线外口来示威抗议，控诉《玩命关头》所停歇的飙车特技，互因原本真宁静的社区的生活，和非法危险的街路的赛车来破坏。社区的食品杂货店，也就是夜市逢离所所搬的唐老大出现的场景，外围主题区的十字路口，涂骹拢是飙车组第一连飙车特技所留落来一连搁一连西区链的分裂。All of these are as a result of what they've done. All of this, and if you look carefully, you can see how some of them get so close to the sidewalks. At nighttime, you're woken up quite a few times. And then your kids are crying and screaming because they're in terror of like, what the heck is going on? It's become a big problem for us, and I think enough is enough. 洛城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去年交通事故夺走300人的性命，比前一年增加21%。同期受伤人数增加30%。尽管这数字无完全甲街路上的赛车有关系，不过飙车特技组集合上1900人，违法围路来驾车表演，来上传社群媒体数量是大大增加，这是事实。今年以来，警方就接到667件违法占领街路的事件，发出超过2000张的传票，并且扣押439台车。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行政院数位发展部伫今仔日正式挂牌，政务委员唐凤做头一任部长。不过在野党质疑，数位发展部的总预算有200多亿，煞有一半员工拢是约聘人员，敢是咧开钱饲网军？那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数位人才聘用外化，一切拢有依法办理。请揭牌，数位发展部正式成立。行政院数位发展部正式来挂牌，头一届部长由政务委员唐凤来转任。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出席典礼。蔡总统强调，治安就是国安，数发部正做国家数位转型的引进，期待强化全民数位韧性。多变的治安威胁已经是无所不在。为了因应境外势力持续的进行复合式的资讯作战，我们要打造更高层级的国家治安联防体系。我想要特别在这边欢迎各方的英雄好汉一起加入我们。
不限学历，只看战力。希望各位有志于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士都能够加入数位部，跟我们共同实现我们的愿景。东方广泛来找人才，不过这阵数位发展部的预算也有人数拢依法讨论，包含编列预算超过211亿，也有600名员役，其中有半数是约聘。自在野党这期是要7万军。有鉴于数位人才来自于各方面民间，所以都特别要能活化禁用，而这个也都经立法院3读通过，我们也都是依法行政。苏贞昌表示，人员的禁用一切依法行政。对着预算，数位发展部澄清，明年的总额是数位部含两署公务预算大约是57亿，加上第4期前瞻基础建设特别预算大约是160亿元，200多亿预算不是全部拢是人事的费用，这是误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正式宣布辞职要选市长。今仔日上尾一天上班，针对嘛出席城市的博览会，针对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甲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拢指控伊利用行政资源利诱声势。黄珊珊强调，伊是甲工课做甲收尾才离开。另外，蒋万安嘛继续质疑陈时中疫苗采购的合约无完全公开。不过，陈时中讲，去年的代志等到选举才提出来讲，呛蒋万安这立委是做甲无责无任。一切走背，你看现在。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要到6年底市长的选战，而且最后一天上班日出席督导城市博览会，也担任导览员，为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阳看展览，对国民党甲民进党对手，该积极用行政的资源，到最后伊也强势来反击。不是要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吗？难道我最后一天就要放假吗？还是要去睡觉呢？对。可是黄副那个陈时中这个是早就已经安排的，这个博览会已经安排了半年了，大家都不要把它当成政治操作好吗？黄珊珊甲民进党陈时中、国民党蒋万安这期拢参加因控商会活动，陈时中也讲9月了后会开放国门。蒋万安是提出政见，规划台北市市小旅行来促进观光。首都选战3家都来成行，疫苗采买合约也是讲好热点。蒋万安这期合约真侪所在被曝到乌乌，指控是陈时中伫暗砍，互陈时中该呛声转去。说一个谎，你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我想这件事情如果不说清楚，民众是无法接受。未来相关的资讯一定要公开透明。就这件事情你都讲不清楚，市民如何信任？他自己在开会，然后过了1年才说他看不到。那如果政府的效率是这样子，那政府一定停摆的。去年就可以把这事情讲清楚了。如果他有这样的疑问的话，不会拖到今年。陈时中强调，言论会互检视，反击对手对着疫苗采买讲话起起倒倒的质疑。另外，国民党内团司下令禁止党籍的里长出席黄珊珊被参选记者会，蒋万安强调尊重每一位里长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公布7月景气灯号是青灯，代表景气稳定。不过灯号分数仅24分，创下2年来上低纪录。国发会表示，景气成长明显是有较慢。另外，为着要对抗通货膨胀压力，美国联准会可能会继续有关利率。若阵咱台湾对咧升，后半年的经济成长变数就会较济。Overarching focus right now is to bring inflation back down to our 2% goal.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第3球用下年会表达升息幅度，就看通货膨胀率是毋是降到2%。若是物价继续一直起，强力的升息是袂停止。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will likely require maintaining a restrictive policy stance for some time. The historical record cautions strongly against prematurely loosening policy. 鲍尔英式的升息的路线冲击美股，道琼指数大落上1000点，纳斯达克甲标普拢大落超过3%，费半更加落超过5%。学者讲，为着缩短利差，央行的低利升息，不过幅度是无大，半倍到1倍中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无大。台湾的通膨没有像美国严重，但是就是说，如果
联准会升3码的话，台湾的央行也跟进升息的机会就会大幅的增加啦。国发会也公布7个景气的灯号，已经连续到第5粒代表景气稳定的青灯。不过对7灯号的分数比顶个月减少3分，创下近2年来的新低。国发会表示，景气成长明显是较慢。下半年一定会好啦，应该吧？因为大家国内旅游啊，以前可能是想要买就买，现在可能过了比较久才愿意去额外花费。国发会表示，国内出口并无大幅度来衰退，也毋过充满变数。学者是认为，下半年主要还是靠内需、有民间消费、民间投资、公共建设者来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率依然有希望保持3%。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今仔日国内增加25621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40例，其中上细汉的是一个2岁查甫囡仔，刚若做过1档Moderna。另外，今仔日开始6个月大到4岁囡仔会使做 BNT 的囡仔疫苗。医师表示，囡仔做疫苗会当预防 MIS-C 这款重症，呼吁家长紧将囡仔带去注射。大人甲囡仔揽调，惊囡仔咧哭黑白叮当。护理师注射了后，阁互囡仔打纸甲按打。为27开始，6个月到4岁囡仔拢会使注射幼稚 BNT 疫苗。真侪家长头一天就带囡仔来做。因为我就想说 ，BNT 跟莫德纳都是 mRNA， 但是还是很担心会影响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都在发展，你不知道他进入那个细胞会不会给他什么影响。想了很久，可是现在又看那个疫情。接下来可能开学之后又一波，所以就想了很久，那就选一个副作用可能比较小的打这样子。家长的烦恼，医生嘛出来解说。因为我没有发现这是心肌炎方面的那个副作用，主要还是局部的反应为主。对，那我们担心的那些其实都是在青少年啊、成人才看得到。嘿。那当然，施打过后会不会出现，我们要观察，这是在目前的阶段没有看到。儿科医生甘明修嘛表示，幼稚莫德纳因为敢若爱做2档，较紧就保护力，不过效果敢若3成外到5成。幼稚 BNT 爱做3档，保护力就会使到7、8成。不过2种疫苗预防重症的效果，拢会使到9成。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完整的施打这个就是疫苗的话，那可以减少小孩子的儿童的一个 MIS-C 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呼吁我们的家长哈，赶快安排我们的这样子幼儿的一个施打哈。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台北市的医药平台甲病院的特别门诊拢要有名额，欢迎民众紧去线顶登记。记者林书豪曾派文台北报道。新竹县北部乡65岁以上有1986人，占总人口的22.3%，已经算是超高龄社会。公所最近开始提供免钱的智慧型手表，予老大人使用，希望会当随时关心时代的健康状况。新竹县北部乡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2.3%，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要安怎照顾乡内时代人的健康？即马透过这个智慧手表，会当随时了解时代的喘气、心跳等等的数据，随时关心因的健康。平时我们自己的生活很多的紧张啊，或做什么都不知道，那身体状况也不知道。可是这个手环以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心跳、血氧，然后有时候运动，甚至于你常坐，它都会提醒你不能坐太久。身体机能的一些健康的状况，都能够充分的用数字的方式显示出来。除了手表，乡内的活动中心也增加适合老大人的健身器材，时代运动挂这个手环，运动时的健康数字，连面就传到管理人员的电脑，提升安全。那当我们发现老人家出现这种他的心跳的频率呢，已经高过了他应该承受的这个频率的时候呢，我们在公所这边就立刻可以有人来呼叫然后来救援。随时代进步，乡公所讲，要利用科技弥补偏乡医疗资源欠缺的部分，希望乡亲会当有高水准的照护资源。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
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有一对少年翁甲某伫台南读研究所，毕业了后留伫学校附近创业，希望用社区营造带动农村发展。坐落来7点半，青春咱的梦，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因安怎甲社区的旧厝打造做游乐场。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